伫咧新竹的德北庄发生一桩嫌犯脱逃的案件，有一位姓执的通缉犯伫介护就医的半中途，竟然去互朋友接走，甚至阁出手攻击警察。嫌犯脱逃了后，警方出动大队人马进行追捕。今仔日伫家人甲嫌犯以及着协助脱逃的共犯抓到啊！也有人伫咧质疑讲，嫌犯为虾米会当炸手机仔咧，甚至阁无挂手铐？介护就医的过程敢有重大去咧？从乌山两个查甫人向压制伫咧涂骹，有挂骹镣甲手铐，别个查某囡仔嘛有扣手铐，真侪警员甲因包围，唔敢放令。涂骹是有真侪血，因为警方迄当阵伫咧抓犯人的时阵，开枪带着一个查某囡仔，向向出现枪的声音，嘛互附近的居民惊到。枪声才出来的啊，好像5、6枪吧。警方要抓的，就是伫咧初到下晡，伫咧介护就医的时阵逃走的姓执的通缉犯，去互带转去警察局的时阵，伊讲会逃走是警察的问题。自己跑掉怎么会说是警察的问题呢？警察有问题。电话是警察给我打电话联络家人对啦。姓执的嫌犯因为涉嫌贩毒品放火定案，去互判刑了后无够案，转来去互通缉。原本警方出动已到案，毋过姓执的嫌犯知影讲家己累积刑期已经超过5档，是无法度接受，了后就逃走。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伊是假做家己心脏病发作无爽快，伫咧2个警员的介护之下，去新竹的病院来互医生看，因为伊需要注射，所以无扣手铐，干那挂骹镣。毋过手里煞有摕手机仔，要离开病院的时阵，趁干那一个警员伫咧现场，伊的朋友就出现，先假做要甲警员讲话，煞向甲警员压制伫咧涂骹，互姓执的嫌犯坐接应的车来逃走。锁定涉案车辆来以车追人的方式。终于在10日，我们有锁定其中一个涉案的车辆。姓执的嫌犯甲伊的同伴一路向北部来逃走，佮一直换车来坐，闪避追查。毋过车闸也是伫咧家人去互发现，去互警方抓起来。毋过敢若抓到人，因为伫咧介护送病院的时阵，姓执的嫌犯手里是有摕手机仔，嘛互外界质疑讲，介护过程敢是有符合作业规范。整个戒护就医，有疏失的部分，我们会依照规定由警察局督察科来做一个调查。那我们同仁是不是有涉及到诉讼人办的部分？我们也会来调查。这件通缉犯逃走的事件，警方伫24小时以内就甲人顺利抓到转来。毋过伫咧介护执行过程有各种问题，新竹县警察局嘛坦白讲有疏失，会进行检讨，嘛会组成专案小组来甲责任查获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